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串联地。今仔日的绘本故事讲到谢平安。谢平安有一个重要的仪式，就是拌红菇粿。所以过去嘛有一寡甲红菇粿相关的俗语。节目顺落去，咱继续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吉老师为咱来介绍。世界科技行进步，台湾文史学环科。台湾的风俗呢，谢平安就做平安菇哈。平安菇呢，一般的拢是甜的啊，包土豆芽啦，包红豆芽安尼，也是扁豆芽哈。印菇、荷收、荷菇收，另外咱做红菇呢，有可能做一个咸的来食啊，咸的红菇，搁再俗语讲红菇包咸菜，咸菜是较俗的物件，伊的意思是讲红菇包咸菜无虾米好货啦，是讲笑人讲外表好看，啊，这个底底无实在，这个底底普通拢是咧讲经济能力安尼。还佫有一句客气话，叫做咸菜倒肉油啊，这是客气话，讲我是咸菜，你是肉油，你才有油啊，我是来甲你骗，我来食你的肉油安尼，就是讲放小鱼钓大鱼安尼意思啦。另外佫有一句俗语讲，有菇毋食牵，无牵菇也好。咱在拜神的时阵做红菇，另外有做一个安尼薄薄啊，寸外宽的规了薄薄啊，无包芽的牵啊，一了长长的牵啊，这个牵啊是咧铺伫红菇的边啊做装饰的，伊无芽，所以讲菇有包芽，牵无包芽，所以才会俗语讲有菇毋食牵，无菇牵也好。就是讲有较好的，我当然选较好的啦；有芽的，我当然爱食有芽的。若无菇呢，无迄个有芽的，牵嘛好，有总比无较好。一句俗语讲，囝婿久，大成女，就是讲，咱谢平安的时阵，若有做新囝婿的人，伫咧咱庄于谢平安的时，都爱先做红菇，伫拜拜进前，甲无拜过的红菇，包括即个。猪肉鸡啊酒安尼款款的先送去丈人厝遐，这叫做平安菇、囝婿菇、大成女，就是讲去甲伊报讲咱庄于当时得要谢平安请恁来佚佗来啉烧酒，安尼来互阮请安尼，亲情有来有去，收到平安菇的丈人这边呢了后。换因有谢平安的时阵，同款伊嘛爱花平安菇，但是伊花平安菇都毋免搁再猪肉鸡啦，干那红菇就好大家有来有去食平安安尼，若今年伊后壁无即个谢平安菇，就等到明年今年无菇就明年愈这是台湾人的即个趣味的有关做红菇谢平安的俗语。暖暖十门溪，咱的故事串万地。为着要唤起大家对三合院的记忆甲重视，咱特别伫旧年的6月份举办三合院的记忆征文活动，感谢来自台湾各地真侪好朋友共同响应，踊跃来投稿。咱今仔日要来分享的这篇作品，是来自新北市淡水区蔡岳斌先生所写的《三合院》，邀请共同好朋友做伙来欣赏。
三合院的基地。三合院有互灵有正心，亲像兄弟姊妹，互阮有依偎，亲像爸母甲阮靠做伙。细汉的时阵，阮兄弟姊妹做伙伫厝埕骑脚踏车、办公伙仔、走寿业，连讲野球嘛会当耍。厝埕是阮的游乐园，嘛是阮的世界。厝埕是漆仔、土豆、番薯签、番麦甲作物的药膏。阿爸母过日仔伫咧，白布叶咧，粪机沙咧，布地和布地针插咧。毋管是收成，也是落雨天的抢收作物，厝埕有因满满心酸的汗水，甲甜蜜的丰收。西港三冬一甲的挂香，逐口灶会办桌请亲情，互亲情哪食豆哪看电头，还佫有艺歌的表演。算算的，庄内总共有60-70块桌，都市会来借阮兜的厝埕串了煮食。前一天，因会先来搭饼仔、牵电火、摆桌仔，半暝啊，一寡大料、大细虾鼎拢摕来放好势。天猫雾啊光的时，顶面起起哭哭。等10点外，电头路人叉叉叫，厝埕内底车路外口，输人毋输阵，来比对一边较闹热。咱人初二查某囝转外家，庄恁的是大人做伙请道子来公厝埕煮食，办桌请囝婿。阮的埕邻即8兄弟结做伙，对3桌、4桌到5桌、6桌，愈团愈济。食了，一阵囡仔伫埕邻耍甲毋知影忝。大人泡茶开讲，养生饲囝，正治愈讲愈有字。对门口行过亲情50，厝边隔壁嘛入来拜年恭喜。热人的暗头啊，阿爸对田林转来，身躯洗了，体意热咧，放我春手的护顶骹，穿一支电风，哪看内底的电视，哪伫外口哪凉。便来阮遮的兄弟姊妹转去，就会甲地车塞出来埕林泡茶，报4首啊，开讲，规个埕就会滚甲到暗时啊10数点。三合院的厝埕，藏着家族的印记，生产着一代一代成长的记忆。你看咧，真冷霜，水牛食草顺残花，乌树牛仔来做伴，脚车顶徛咧看关山，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看咧，雨丝香，暗顿吃白烟闪闪，五树山孤红的hen，金石脚，月娘出遐顶。